大家好，歡迎嚟到 Get Alive， 一個探索真實人生故事嘅頻道。透過分享那些不向命運低頭、勇敢追夢嘅故事，希望啟發每一位聽眾，用自己嘅方式創造你嘅不平凡人生。你有冇諗過，一個樣貌唔算靚仔、英文又唔流利、身高只得1.68米嘅新移民，點解可以喺美國靠講笑話改變佢嘅人生？喺呢個故事開始之前，如果你都鍾意一啲勵志、追夢又有深度嘅故事，請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我會繼續用聲音陪你講更多嘅不平凡人生。今集我想同大家分享一個移民追夢嘅故事。故事嘅主角 Jimmy O Young 歐陽萬成，1987年喺香港出世，今年38歲。佢嘅父母本身係上海人，後來搬去香港。Jimmy 就喺香港出世同成長。佢喺13歲嗰年，即是2000年，佢哋一家移民去美國洛杉磯。其實 Jimmy 嘅阿姨同婆婆早已經喺美國生活，而佢嘅父母會選擇移民，最主要嘅原因係想 Jimmy 同佢嘅細佬 Roy 有更好嘅教育機會。去到美國之後 ，Jimmy 就讀 Beverly Hills High School， 後來佢考入咗 UC San Diego 主修經濟，喺2009年畢業。最特別嘅係，佢畢業典禮嗰日嘅嘉賓，竟然就係日後 Silicon Valley 嘅製作人 Mike Judge， 兩個都係 UCSD 嘅校友，亦係日後改變佢命運嘅人。啱啱去到美國嘅時候 ，Jimmy 冇乜人睇得起佢，因為佢嘅樣唔算靚仔，英文又唔流利。但係佢講過一句說話，令我印象好深刻。佢講：我唔係靚仔，我英文唔正，但如果我唔可以講出我自己嘅故事，就永遠都唔會有人知道我嘅存在。為咗追夢 ，Jimmy 試過揸 Uber、做 DJ、賣二手車，仲嗌過無數嘅免費演出，只為咗揾到屬於佢自己嘅舞台。Jimmy 除咗識講英文之外呢，其實佢仲識講上海話、廣東話、普通話同埋好多嘅地道語言。師傅幫我拍2張照。佢嘅阿爸 Richard O Young 後來仲簽咗 Jimmy 間經理人公司，拍過幾部電影啦。咁喺電影裏邊咧都仲演 Jimmy 嘅阿爸。其實佢哋戲裏戲外都係真父子。Jimmy 喺2015年正式成為美國公民，喺嗰度落地生根。但係佢從來都冇忘記過自己嘅身份。佢之前仲拍過拖，對象更係美國嘅一位資本家。不過呢段戀情咧，佢就好低調咁處理啦，冇作太多嘅公開。咁有趣嘅係，這個 Jimmy 嘅爸爸喺社交媒體嗰度透露 ，Jimmy 嘅媽媽家族嘅外曾祖父，竟然係天楚味精廠嘅創辦人之一。咁即係話 Jimmy 嘅曾祖父係味精廠嘅先驅啊。Jimmy 喺21歲嗰年第一次登上棟篤笑嘅舞台，用藝名 Low Bird Jim 喺洛杉磯嘅 North Hollywood 嘅哈哈哈 Comedy Club 作表演。喺嗰個時候呢，其實佢仲未正式入行嘅，只係靠住一股熱誠去試。佢大學畢業之後呢，都試過喺 Beverly Hills 嘅一間金融顧問公司嗰度做 intern。雖然佢有返工啦，但係佢都覺得自己冇乜熱誠，唔開心。最後佢都 reject 咗對方提供嘅長工。為咗完成佢嘅學位呢，佢返咗 San Diego 嗰度生活咗一段時間。不過佢都覺得好辛苦，因為佢需要靠賣二手車，幫嗰啲脫衣舞場做 DJ 啊，甚至喺嗰啲 comedy club 嗰度做大衛生，晚晚都要去 Comedy Palace 嗰度做免費嘅表演。就喺嗰度，佢遇到咗佢人生導師 Sean Kelly， 一位資深嘅棟篤笑演員，日後仲製作咗綜藝節目 Storage Hunters。後嚟 Jimmy 再次返到洛杉磯，開始嘗試接演戲嘅工作。因為 Central Casting 嘅報名門檻低，所以佢去咗登記，仲同時註冊咗幾個演員嘅網站，希望可以揾到機會。咁有人同佢講，拍廣告係有重播費可以收嘅，咁佢就開始諗，不如試下演戲啦，一邊可以上堂學演技，一邊可以繼續跑棟篤笑。咁最終佢都揾到第一間代表佢嘅經紀人公司，就係 Rester Talent Agency。2012年，佢正式喺 CBS 嘅 Two Brokers 裏邊登場，第一次出現喺電視劇。2014年，佢第一次登上深夜棟篤笑節目。佢又喺 Criminal Minds 入邊演一位精神崩潰嘅高中生。
佢飾演嘅 Silicon Valley 入邊口音好重嘅 Jane Young， 原本只係客串做3集，點知個角色大受歡迎，最後佢仲升呢成為主角之一，開啟咗佢喺喜劇界嘅第一道門。咁之後咧，佢都開始接演更多嘅電影啦，包括 Crazy Rich Asians、Space Force， 甚至第一次喺 Netflix 嘅愛情喜劇 Love Heart 入邊做男主角，證明咗咧亞洲人唔一定淨係做配角，唔靚仔都可以拍愛情戲嘅。佢用幽默打破咗偏見，用堅持行出咗屬於自己嘅路，仲推出埋自己嘅 comedy show Good Deal 同埋 Guess How Much， 向世界講出自己嘅聲音。Jimmy 最初只係客串 HBO 劇集 Silicon Valley， 而且每集只係攞900蚊嘅美金，但係佢都照樣用呢筆錢去買咗架車，喺拍攝空檔期間靠住揸 Uber 嚟搵生活費。佢演嘅呢個角色 Jane Young 係一個口音好重同埋性格有啲古怪嘅開發者。本來佢只係客串3集，但係因為觀眾好鍾意佢呢個角色，所以佢被升呢成為主角之一，都成為成個劇集裏邊嘅笑點之一啦。咁喺 Silicon Valley 喺升做主角之前呢，其實 Jimmy 已經獲得另一部劇嘅男主角嘅，但係因為呢部劇呢要求佢要全職投入，咁佢就會錯過 Silicon Valley 嗰個機會。咁 Jimmy 呢最終都放棄咗另外一套劇嘅主角嘅呢個機會啦，佢選擇留喺 HBO， 咁就係因為佢呢個選擇呢，就改變咗佢嘅人生。除咗演戲之外呢， Jimmy 其實仲好有才華。佢出過一本書，個書名都幾抵死，叫做 How to American: An Immigrant's Guide to Disappointing Your Parents。中文嘅意思就係如何成為美國人，一個令你父母失望嘅移民指南。咁呢本書呢，其實係佢自己嘅自傳嚟嘅，用咗佢幽默嘅方式去講自己點樣由喺美國由一個來自香港嘅新移民，一步一步堅持演戲夢。雖然喺父母嘅眼中咧唔係一個穩定嘅出路，但最終佢都活出咗屬於自己真正嘅人生。出咗書之後咧 ，Jimmy 喺2018年搞咗一個全美國嘅棟篤笑 tour。雖然佢出咗名，都拍過電影啦，但係佢從來都冇離開過喜劇嘅舞台，因為佢相信用笑聲去講身份、講文化、講掙扎，係最直接觸動人心嘅方法。近年呢 Jimmy 仲開咗自己嘅 YouTube channel， 主打烹飪主題。喺片入邊呢，佢都唔係教人哋點樣做啲高級嘅西餐啦，而係煮一啲佢細個成日喺屋企食嘅一啲中式嘅家常菜，譬如話雞蛋炒飯啊，或者煮蝦餃啊，樣樣都有。講真呢，都幾有趣嘅，仲好有一種移民幾真嘅屋企 feel， 都幾有溫度。咁你都會發覺 Jimmy 嘅魅力呢，就係無論佢去到幾遠，無論佢去到邊度，佢都唔會忘記自己嘅根。講到 Jimmy 嘅戲劇之路呢，原來佢最初嘅啟發者唔係來自美國，而係來自香港啊。Jimmy 話佢第一次睇棟篤笑係喺11、12歲嘅時候喺香港睇嘅 Shogun Show， 由黃子華、張達明同埋吳鎮宇主演。咁睇完之後呢，佢笑唔停，佢腦海裏邊出現一個念頭，就係話原來講笑話都可以咁講嘅，原來一個人企喺舞台上講自己嘅生活係可以咁有力量嘅。咁之後呢，佢就開始迷上咗黃子華，仲成日睇佢嗰部《男親女愛》啦。咁佢都喺訪問中有講到，黃子華係香港第一個，而家都係仍然最勁嘅戲劇演員。咁佢係我嘅啟發嘅來源啦。佢最鍾意就係睇《男親女愛》。咁最近 Jimmy 返嚟香港嘅時候呢，仲去睇咗黃子華嘅《破地獄》啊！咁佢仲特登帶咗《男親女愛》嘅 DVD 揾子華神簽名啊！佢仲 post 喺佢 IG 嗰度寫夢想成真啊！除咗子華神之外呢， Jimmy 嘅另一位啟發者就係周星馳。佢話自己由細到大呢都好鍾意睇星爺嘅戲啦，尤其是係國產007同埋《逃學威龍》。咁呢種無厘頭嘅人生嘅幽默方式呢，對佢之後嘅笑話啊、拍戲啊、講故事啊都有好深嘅影響。所以你見到而家 Jimmy 嘅棟篤笑呢，好多時候都會講文化衝擊啊、身份認同啊、語言錯配，嗰笑點原來都係來自佢嘅生活。
咁 Jimmy 咧早前都宣布咗會喺6月14號舉行佢人生第一場喺香港嘅棟篤笑 Jimmy O Young Live in Hong Kong。咁佢第一次嘅喺香港嘅演出咧，已經係紅館嘅級別啦，而且仲一票難求添啊！咁佢親自喺 IG 嗰度向全部嘅香港觀眾咧講多謝啦，佢仲同嗰啲買唔到飛嘅人講聲唔好意思啊！不過咧，佢都帶嚟另一個喜訊啊，就係佢宣布喺6月13號多加一場嘅。咁消息一出咧，嗰啲網民咧即刻炸開留言區嗰度放好多嘢，好多留言啊！Jimmy 一路用笑話講身份、講文化、講邊個先係主流，但最打動我嘅唔係佢講笑話講得有幾好笑，而係佢嘅真誠、佢嘅初心，同埋佢一直都冇忘記自己係邊度嚟嘅。咁佢都證明咗一樣嘢，就係你唔需要好靚仔，你唔需要好完美，就算你係 ABC，你都可以發光。依家你睇下啦，佢連紅館都要加場，買飛都要搶啊！依家連搶都搶唔到啊！如果你都同我一樣俾 Jimmy 嘅故事感動到嘅話，記得俾我一個 like 同埋留言話俾我知你最欣賞 Jimmy 嘅邊一點，係佢嘅堅持、幽默，定係佢冇忘本呢？仲有請記得訂閱我呢個頻道，我會繼續用聲音陪你講更多更真誠、深刻又唔平凡嘅人生故事。我哋下一集見啦，拜拜！